来关心经济部有针对受疫情影响较严重的事业会当补助，会当去申请基本工资的补贴。也阁有观光业者就表示讲，这请的条件受过严格，政府应该立委同齐开记者会，呼吁条件爱放零爱检讨。 因应疫情甲基本工资调整，政府实施企业基本工资的补贴。不过有旅游业者爱讲，即卖条件受过严格，根本领无。我们配合政府的政策，禁止出入境。那事实上来讲，我们的人员其实是没有收入的。那国里是养不起我们的人员的薪资。 业者不满照经济部的规定，申请补贴爱旧年9月至10月，合计应收比前一档的工期减少20%才通请。但是本地业绩就歹，监工爱因搁较歹。毛立委认为，政府拨35亿的预算是要帮助业者，但是3月底就要申请到期，即马才发3.8亿，审查过人数才7万多，核准率11%，而且2个月领一届，实在爱检讨。 都已经垫底的产业，你还要叫它再衰退20%，那不是雪上加霜吗？你要讲倒三工哈，你就是哈救命钱，它干脆的哈，就是1个月补贴一次，这个是对哈我们这些旅游产业可以就是有一个及时雨。 另外，立委表示，面对民生物价抢悬，政府嘛应该要延长补助时间。经济部表示，已经请观光局提出名单，加速审查，嘛会建议延长的时间，让企业袂阁有看会到、食袂到的感觉。记者陈阿文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